有议员伫面册刊文讲，台北市线行公园有人四界咧囥鸟鼠药啊，就惊讲这囡仔或者是宠物会无细入去食着。环保局就讲无清楚是谁囥的，不过市府为着防治汉他病毒所用的这鸟鼠药啊，拢有合法，嘛有设计防止宠物食着。隔日线行公园人未少，公园两边餐厅真多，也未食会打。为了要防治鸟鼠，台北市议员林良君伫咧 FB 放相片，讲有真侪出坏所在放鸟鼠药啊。记者实际去公园看，并无看到鸟鼠药啊。带到来散步的主人讲，若是公园内面要放药啊，就要打广告提醒大家注意。通知这些游客或什么说哦，因为这里有什么东西会影响到什么样的东西，你让人家有个戒心。蛮多狗一见到地上有食物就会马上吃掉，需要先贴个告示。公园内面的鸟鼠药啊，大家担心宠物鸟啊会去食到，要不是谁放的也唔知。台北市环保局讲，因提供的药啊，拢是合法的环境研究，有防止宠物去食到的设计，伊味较苦较甜，符合鸟鼠对口味辨识度较低的特性，会当有效消灭鸟鼠。市长蒋万安也讲，最近消灭鸟鼠的成绩袂歹。从年初开始，我们就进行了计划性的清扫，还有整个环境的整洁，所以我们从1995进线的数量也看到有下降的趋势。学者建议唔通甲大规模投放药啊，当作常态性的有益防治手段，做啊放鸟鼠药啊，上好放伫咧鸟鼠笼内面，较袂互囡仔跟其他动物去挖掉。露天这样放在那个环境中，您觉得这样不好吗？对，因为风吹雨打、太阳晒，它很快就没效。我们的鼠耳都是无骨的大梁做的，老鼠爱吃，鸟也爱吃，那鸟也会中毒。台北市环保局强调，会确定药啊拢放伫咧饼甲饼芳的即寡较安全的所在，或者是鸟鼠收的边，严格控制放药的流程。因若对民众担心讲鸟鼠出现可能会有疫病，卫生部长石崇良讲，汉他病毒的疫情并无增加。记者综合。